我知道你一定会还给我，所以我连当面送你的勇气都没有。你真的一点希望都不给我？我承认，我以前是喜欢过你，但那只是小女孩对偶像的崇拜跟向往，并不是真正的爱情。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意，也感谢你对我的帮助，但是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我也无能为力。我第一次从你口中听见这么伤人的话。不说清楚，才是真的伤人。如果没有史密特，你会选择我吗？没有如果，我们先走。碧雪，你一直在等我回来，一定还没有吃东西。我去买一些吃的给你，吃完再走。不用了。和我多待1秒这么痛苦吗？我去买吃的。我跟你的差距啊，就像这个钻石儿，戴在我身上呢是真品，戴在你身上就是 A 货。你左边的耳环怎么会在这里？有人在里面吗？我最害怕的事还是发生了。你等等！走开！对不起，等事情解决了，我会带你走。小明，我们现在要怎么办？玉玉，你别哭，我会想办法的。玉玉，你把背转过来，快！不要动。解开了，解开了！
给我老实一点啊！小明，我帮你解开。算了，来不及了。云云，你听我说，待会把他移开，你有机会就逃出去了。不行，要走一起走。只要有一个人逃走，就有机会得救。云安，救命啊！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干什么？你来了！干嘛？你干嘛？小明呢？我带你们去。出来！往前走！停车！把车放下！要过来！把车放下！听到没有？小明，不是，把他给我放！再给我闭他！不要！小明，小明，你还好吗？小明，小明，小明，你还好吗？你不要死了！我胸口好痛。那怎么办？赶快叫救护车！不要！云，你可以亲我一下吗？听说这样可以减轻痛苦。那现在呢？有没有好一点？小明，快叫救护车！不用了，我没事啊。子弹好像是打在名片夹上面了。啊？你耍我啊？那你还叫我亲你？还是很痛啊。我帮你解开。现在我们可以抓安永轩了吧？我已经向上级申请了紧急搜查令，天亮之前应该可以到廖家。喂，他不是我到时候他已经不见了。他杀死我的话，在他家发现个女人，是《新周刊》主编，好像受了不小的刺激，现在还没缓过来。另外，据他说，还有另一个女人叫米雪的，跟他一起失踪了。米雪被带走了。徐队长！